做的事情。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，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好，相信在座伙伴都已经写完了，没有写完没关系，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。好，接下来大然哥就要帮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职涯必胜的黄金方程式。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，它就隐含了所谓的黄金方程式。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？第一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，第一它就是我们的武器，知己知彼。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？就是你的专业能力，你能够提供的服务，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品质很好的服务，或者是技术，那是什么？再来人格，这个我们在圆梦12里咨询里面，陈琼华 Robin 老师曾经有提醒过我们，工具不须多，但是要精。在座很多伙伴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啦，大学时候我们常常骑摩托车啊，摩托车坏掉怎么办？我们就会拖去买摩托车行，然后问那个经验老道的阿伯，对不对？说摩托车坏掉，怎么发动的时候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？你会发现他很神奇的是，他拿过来钥匙电源打开，引擎火星塞有问题啊！你会想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听就知道啦，因为他修的摩托车太多了。技术太纯熟了，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，他都可以知道是哪个部位有问题。所以最后他就跟你讲，修这样2000元，你不给都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技术不用太多，3个就好，最多3个就好。然后要专精。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，老师，我大学4年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。老实说，这样有一点可惜，因为大学4年，如果你觉得我学不到东西，或者是你在学习的历程当中，你不觉得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，相同的时间，其他的伙伴都已经有学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而同样的时间，我们获得的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。好，第二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你要达到目标，你需要的人格特质。比如说，刚刚有很多伙伴很积极、很主动、很热情，很好。如果他想要成为业务人员，我们都知道业务人员就是要不怕被拒绝，要主动，要积极，要诚恳。所以他如果您的写的特质里面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，恭喜你，你就有成事的要件，就是你适合做业务人员这样的能力。好，再来，各位可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？在游乐场里面或者童话故事。有一个对，很好，这是时钟剑。时钟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。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。曾经有一个国家，就是说这边石头里面有一把剑，然后皇宫里面就来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说，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把这把剑从石头里拔出来，那他就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国王。然后有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小男生，他不明就里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玩耍。后来就他看去很神奇的那把剑是什么？很多的勇士，很多的大力士，怎么拔也拔不起来。这位小男孩轻轻一松松一拿，整支剑就拔出来了。于是他就成为这个童话故事王国的未来的国王。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？童话故事是怎么说？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可以拿起来呢？因为有一个智者曾经这样说：唯有心地纯洁、诚实的人，才能够把这把利剑从巨石里面拔出来。然后这个人就要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，这个叫做特质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伙伴有一点偷笑，是没有错。你不觉得现在要成就一个企业主，心地纯洁跟诚实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最后一个，这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，就是理想抱负这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在座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。如果在座伙伴你在跟随大人哥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，我讲到什么，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。恭喜你，你在你的职涯伟大航道上面已经开始前进。如果你说，大人哥，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晓得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，我不晓得我人的特质在哪里，我更不晓得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圆梦12例里面，赖恒毅教练有个提问例里面，你可以好好的去看它里面的影片，它说明，它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，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，想做成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，他也是我们圆梦12例的一位老师，他曾经
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：能不能成功，可能操之在他人，但是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，操之在我。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？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，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被人家泼冷水啊！那有柯林，你长这样怎么可能当 model？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冷水泼到，但是那是我们的梦想。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够被取笑，只是在那个情况下，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？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专业能力，我们这样的那个特质，但是我们常常被人家泼冷水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？所谓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，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。各位，你觉得招牌凌乱，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，包含线上的伙伴，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？那就是你的喜好。能不能成功这件事，比如说餐厅很多，但是我就选这一家，于是这一家因为你的光顾，它的营业额增加了。没被光顾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强迫你的顾客选哪一家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，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？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？当然不是。想不想这件事情，我们刚刚讲理想跟抱负，它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有多想成功，你多想成为你曾经梦想的那个人。所以我觉得王一劳老师他在私底下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，在此借用他的一下。他曾经说，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，拍拍我们的大腿，然后讲了一句好极了 yes， 很好。在顺境中，我们要告诉自己好棒。在逆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觉得很挫折，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，但是他还是一样举起他的右手，用力拍着他的大腿，讲了一句太棒了，我正在成长。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坚持。来，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举起你的右手，轻轻拍你的大腿脚。当我们顺境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好极了 yes， 很棒。但是当我们受到逆境挫折的时候，同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拍着我们大腿，大家喊一声太棒了，我正在成长。很好。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，告诉自己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们的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方程式是这样子。当然我刚刚讲，当你有具备专业能力，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，而且你的理想抱负三者连在一起，它都有正相关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我说了，你的伟大航道正在前进。那在座伙伴有一个狐疑的眼神，那老师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？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。我刚刚讲，通常你在连这个方程式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原来我的能力不足，所以我必须要学习。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，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，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，所以我要学习。我的目标不够明确，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去学习。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，而不是赶流行去学习。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。好，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，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。所以当你缺什么，我们 Robin 老师在座强调，知识就是要知道，而且要去知道去哪里找到。就像现在一样，你会发现大人哥很多的讲稿里面都会引用他人的，借用他人没有关系，告知就好，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，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发光。好，这才是重点。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知彼这件事情。曾经在简报力林志荣老师